我来念歌咯。昔时贤文花女谆谆，故事拄啊讲到廖添丁红过来到德山地。这个土地过去上侪人讲的话，你还会记得偌济？车行到伊就暗暝伊就丢，哎哟崩空啦！拜日文昌你来去搞啊过年啊？哪有？好有命，好有命，我不来去。麻婆汤啊，米糕、凉面、臭豆腐、大肠面线、八宝素心汤、鸡肉饭、萝卜饭、面。泡一杯咖啡，兄一锅茶，医疗也来坐。讲戏出小交陪，甲历史约会，找找故乡的爸母话。暖暖站门客，咱的故事探万地。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查门客电台制作，公司主持。牛肉面、肉粽、肉丸真好食。欢迎空中好朋友收听今仔日暖暖查门客，我是江苏。21世纪的台湾查某人，若是伫结婚前有心，会使当作喜事办，叫做双喜临门。毋过，同款的代志，若是发生伫过去保守的农业社会，就会互人讲甲袂听节。较好运的，也会使先上车后补票，有一个欢喜的结局。较不幸的，若是得袂到双方家庭的祝福，迄个代志大条，真有可能会变成一场悲剧。今仔日拍远的故事，咱们来讲一段关系友情甲爱情的恋爱故事，邀请空中好朋友做伙来收听陈明仁的田庄婚姻爱情纪事，再会故乡的恋梦。故乡，作家用诗歌、文学作品一直在深文意；音乐者谱思乡的乐章，艺术者用彩笔为伊牵牵甜甜对故乡的情仇。故乡是人类上根本的愿望，无恋爱过的人，嘛有故乡伫无眠的暗暝，予伊通思恋。人类的记忆毋是真好，毋过要甲故乡放互袂记节是真恶的。阿水啊，较早读大学，捌甲我修过共一种课，尾也阁当着，阁教我开始有咧来去。伊是宜兰人，讲话酸酸软软迄款的，照讲离台北无介远，毋过。伊自离乡了后，就毋捌阁倒转过，互乡愁牵挂20多年。最近甲我讲决定要转去行一转，问我爱穿什么。我讲，对旧年无返乡的人来讲，上好的等路，就是早一底思念故乡的恋歌，然后唱互家己听。这个离乡的故事是阿水啊讲互我听的。我读的国中离阮兜行路免20分钟久。我上爱伫放学的时阵，甲困仔做伴，行田边的路仔转来。买暗仔时的风对南洋溪迄边吹来，马寒敢若互人感觉清爽，连交头长结规的稻仔嘛对咧跳舞。
有时会有野兔对田林撞出来。兔啊！紧叫！阮就一直约。坤啊，走对你迄边去啊！阿水，又搁走开你迄边去啊！毋过拢掠伊袂着。搁去走去啊！飞零时，车本机，车到沟仔墘。即时，阮会哪行哪唱歌。迄阵，阮敢若会晓唱歌囡仔的恋歌。喂喂喂，台湾出甜粿，甜粿真好食，台湾出茶囝。搁有时啊，阮的比赛对出校门无偌远，要到参花路进前迄条圳沟开始，走到阮庄前迄条沟仔顶的房仔桥。1、2、3，走！讲是比赛，毋过阮拢无认真走，反正走赢嘛无啥意思。哪走会哪起骹动手，烧酒烧精，嘛毋是真正咧冤家相拍，就是变耍笑安尼。日子过了无真成熟，毋过嘛袂歹。国中2年的下学期，迄次转来阮学校，伊是花莲的原住民，无老爸老母嫁互阮庄林的王叔啊，算缀叫后来。伊有一个汉名，毋过我普通时就叫伊迄次，即阵煞袂记得另外一个名。迄阵寒人也袂过，田花边的草仔剪剪青青，有细细蕊黄黄的花仔揽伫内底，毋惊寒的野囝出来学飞，大概技术无介好，姿势差差。阮3个学生囡仔嘛，哪行哪佚佗，迄次真够唱歌。乌西班那亚，乌西班那亚，杜法里诺诺海呀。伊唱的我听无，有当时啊，我会问伊：你唱的是啥物歌？伊那的歌？伊那的歌？伊那是阿母，就是唱互阿母的歌。啊，你的阿母生做啥物款？阮伊那的母果是长长，马达乌乌。爱食圆粥，毋过拢会煮好食的麻辣味。迄时我有对伊学歌因的话，即阵拢袂记着，干若记一寡较事上的。牛果是头章，麻达是目睭，圆粥就是分卵，麻辣味讲是食暗。我还会记得迄次伫圳沟仔边的草坡仔顶，甲阮跳舞。来，对我的骹步，1、2、3、4。学校嘛有教跳舞，比起来，先生教的真无成熟，干若对音乐刷骹步，有是手放伫头壳顶摇一个尔。迄次教的舞，身躯爱对咧摇，对咧扭。对我跳啊，骹床爱对咧摇哦。其实我甲坤仔袂惯势，无爱跳，伊着家己跳，安尼嘛跳甲真欢喜。无偌久，嘛毋知影安怎，阮两个着对伊跳起来。阮3个放学做伙转去，
我甲坤仔同款的走烧肉，伊着做裁判，赢的人伊会赏一顶用花草编的帽仔。伊讲迄款帽仔着爱勇士才有资格通戴，走表赢的嘛是勇士。若讲勇士，坤仔的汉草比我较好。再来伫学校，我的成绩拢保持上好的，敢若体育输坤仔，伊成绩嘛袂歹，警察个性放放，爱拍球、走跳，无专心读册。阮两个伫学校是众人拢知的好朋友。捌有同学讲我的尻川后话，讲我熬读册着嚣摆，互坤仔听着，找伊买冤家，讲我毋是嚣摆的人，毋通册读书人着乌白生话。我个性真无爱甲人冤家拍不睦，嘛袂有人要讲我。若要讲勇士，坤仔才有够格。虽讲是安尼，我也是真熬走。若比走较紧，我袂输伊；比走久的，我毋是对手。我做勇士，伫花草帽仔的机会比坤仔较济。有时啊，我会放互伊啊。迄次因仔嫁互王叔啊，人讲是用钱买的。王叔啊，摕20万互因仔行祭物，庄内人拢讲王叔啊用钱买番仔，我真气。学校老师有教过。咱来讲原住民，叫人番仔是真无礼貌、真野蛮的，叫人番仔的家己才是番仔。迄次拄来阮这班的时，老师阁特别交代讲，原住民是台湾伫艺术上真有成就的民族。大家着要爱护彼此，知毋知？知。其实，恁住宜兰的人，大部分嘛拢是平埔的原住民，古早叫做噶玛兰。噶玛兰。凊彩讲讲咧，阮兜的士大人讲迄是老师乌白讲的。咱拢是汉人，毋是番仔。我毋知影谁讲了较对，毋过迄次是原住民。我煞较爱做原住民。王叔啊，爱啉烧酒是通庄拢知的。前啊，迄个某就是去伊啉烧酒，尾啊，听讲甲坤仔因爸有关系，甲王叔啊离婚走去啊。到呾。两个也结死冤，无讲话。带即个某了，空客犹原放互迄次甲因伊仔，无论残忍也是纯忍的。本地我听人讲，原住民兴烧酒，办单兼揽烂，看起来煞倒兵。有一个礼拜日，我功课写了。阿水啊，伊若用啊，甲牛牵去准到高营。哦好。受到王叔啊的田，就伫远东，佮行差不多10分钟久尔。即阵彼此应该甲因伊仔伫田里，就甲牛绳啊箍伫狗仔墘的一支旗仔，放伊家己伫遐耍水。有影，彼此甲因伊仔伫田里抠皮啊，4月的日头嘛有寡热，3个人拢伫咧啊。我想讲，吼，无得看，王叔啊，今仔日哪会遐骨力，也会来斗做。迄个惊我看一粒真，毋对，是坤啊。坤啊会来甲迄次斗做事，毋是啥物外意外的代志，情操我家己顾读册，无较早想着要来斗3工尔。坤啊！阿水，你莫来哦。坤啊讲，阿爸对王叔啊感觉歹势，无反对伊来斗骹手。你哪会无招我斗阵来？我惊影响到你的功课，毋敢招你。啊，你的功课咧？啊，怀疑我的成绩嘛无咧介好，
加加甲因做寡工课，看王叔啊会较袂气阮老爸袂？是安尼哦。过来，王叔啊，嘛较肯互迄事继续读册。我知影，安尼以后阮有时间嘛来斗骹手。好啊好啊。迄天我转去到圳沟仔边，煞找无我的牛港。奇怪，我锁啊应该有安安箍伫溪仔顶啊，哪会牛会走去？敢讲互人偷牵去？毋过我心内是安尼想，应该是袂啦。自来阮遮风气真好，罕得听讲有人钓贼头。我会船钩一直吹落去，下流嘛有牛咧过夜，毋过拢毋是阮兜迄只。系啊，我盼见牛啊，一声阮互阿爸拍死。若找无牛，我毋敢转去，就去秘伫竹篮内一个互草仔围起来的棚空内，哭互家己听。哭甲忝，我就困去啊！我会记得敢若有做眠梦，梦到啥物我就袂记得。迄是20年前的代志啊！敢若知影目睭天金，就看到坤啊！阿水，阿水，坤啊！你哪会知影我伫遮？迄个棚空是我甲伊发现的。阮有藏佚佗物仔伫遮。村里的人找无我，去坤仔兜探，就才通找你遮来啊！啊，恁村人咧找你呢，咱紧来转啦！我的牛盼见啊，还袂找着，毋敢转去。牛？啊，恁兜的牛根本就无盼见啊！哈？原来是阮阿爸去巡田水，看到牛就甲牵转来，害我毋敢转去村里。我捌想过，若要叫迄次选，伊较爱甲我斗阵，也是坤啊。这款问题是无公道的，亲像叫我选看，较爱阮老爸，也是老母共款，要安怎选？两个拢是我生命中真重要的人，我无法度忍受失去其中一个。我嘛无要甲坤啊竞争，个人去得到迄次的感情。毋则走表的是，阮会互相相让。比较上，我感觉迄次对我比坤啊较好。三个人斗阵的时，伊敢若甲我较有话讲。定定上课的时阵，伊会额头对我笑一下，我感觉面烧烧，精神做一下好起来。你讲这是毋是咧恋爱？迄是我国中2年尾的时阵，应该是15岁的囡仔，敢毋知影通甲人恋爱。阮捌甲厝邻的人讲要去甲王叔啊斗做工课，去互阿爸骂。家己厝邻都咧欠骹手啊，若要做，煞袂晓做厝邻的。阮兜重视教育，大兄大学毕业了后，留伫台北食头路。我是慢仔囝，读有册，较会毋甘互我落田做事，哪有闲工去做别人的工课？歇落来时一半摆啊，我会趁牵牛去食草，也是高热的时阵，出去田林找因。加减斗相共挂，坤仔真接气。我想讲，王叔啊，一定无遐去坤仔因老爸啊。甲因做工课嘛真新鲜。迄次因啊比伊较敖唱歌，不论偌艰苦的石头，拢哪做哪唱歌，敢若世间无啥通烦恼的。无怪坤仔才醒来，做袂成。有一个咱人7月半过了的尾暗仔时，
坤仔甲彼事来找我，两个煞面忧面结，讲有代志要甲我参详。坤仔讲：阿水，你是我甲彼事两个人上好的朋友，所以阮才会来找你。阮秘伫迄个顶哪的棚空内，是发生什么代志？迄事伊有信啊？哈？迄事伊？王姐知影即个代志，气甲噗噗跳，讲定着阁是坤仔。因两爸仔囝真正欺负我王啊狗狗，一个算阮某，一个连我未成年的查某囝嘛敢。我要来找坤仔因老爸算账。爸，坤仔我嘛要甲告，这条罪正重呢。哼！爸，王啊，你莫安尼啦，代志好好讲啦。无啥物通好讲的啦，我一定要甲告。爸，毋是坤仔啦，毋是坤仔，啊无囡仔是啥人的？是阿水啦，是阿水。一时迄事甲因囡仔囥伊袂翻车，佮惊代志舞大条，临时变讲是教我有诶囡仔。王叔啊有欠阮兜人情，真尊重阮阿爸，安尼讲伊才袂掠讲。我心肝内空空，天地拢无共啊！我知影，我一直拢知影，我是咧骗家己。迄天我碰见牛，无想要转来，毋是为着牛，是心肝内知影因的关系比我较清近咧艰苦。迄事教我讲较济话，是伊甲坤仔根本就好甲毋免讲话，互相就了解啊！我当然答应。我要安怎拒绝？我上好的朋友，甲我内心意爱的人。坤仔讲：你会使甲厝人讲实话，啊，莫互王叔也知影就好。要做好汉，就做较水气。我连阿爸都无解说，误会就误会，这一切对我来讲，拢无啥意义啊。庄人甲学校拢带袂落去啊！我办转学去台北，我大兄就无阁转去宜兰。安尼几年啊，愈久就愈毋敢转去。是啦，即摆的返乡对我有真大的意义。我毋知坤仔甲彼事尾仔变安怎，嘛无想要知。我干那会当早一个少年时代失落去的恋歌，做单路，沿路唱转去，再会故乡的恋梦。今仔日的广播剧《再会故乡的恋梦》是由陈明仁原作，罗家书编剧，洪秀芬台语教证，上阳唱片顶提供配乐。剧中的人物甲声音演员：阿水张明虎演出，少年的阿水吴兆祥演出，坤仔张明虎演出，迄事萧燕双演出，伊娜林秀德演出，老师周嘉文演出。同学杜子祥、余友佳演出，阿水的老爸张志宏演出，王杰啊、关凯欣演出。
暖暖十门溪。咱的故事串联地。今仔日来到民生的开讲的读册盘，是咱台湾博览会台湾文学读册会4位代表：吴夏美、林淑美、詹一瑶、叶怡欣。首先，咱来听这4位读册盘分享因读这篇故事的感想。大平安，我夏美，我即马咧做台湾家4年的暑假。这篇迄个再会故乡的恋梦，人生真够写人甲景的关系。内底有写我上爱伫放学的时阵甲困做伴行田边的路转来。有时阮会比赛，为准高走到放桥，拢无认真走，快得走赢也无啥意思，哪走会哪起骹动手。小扭小争嘛，毋是真正冤家相拍，所以这是为人的动作去写囡仔伴咧佚佗迄种心情，为动作内底会当感觉到伊的心情是啥款。再来就是人生嘛，真够写迄个囡仔时，迄个囡仔人的心理甲趣味带，写甲真活跳，我感觉真趣味因为人生是大人伊煞用主角一个囡仔人家己咧讲话迄个角度咧讲检测迄个这是作家拢有即款本领但是人生伊可能大人嘛有囡仔性内底逐件代志拢写甲真有咯。那敢若顾听的你会感觉都听故事尔所以我真建议大家若有时间会当听了会使搁去读册。真少去步内底文字甲安排。以上。好，大家好，我是秀美我已经60通岁我即摆咧做那个台语的老师这个标题伊落这个故乡的恋梦我感觉真有意思，因为伊唔但咧讲这个阿顺呢，伊对这个故乡甲伊的细汉囡仔伴咧思思念念嘛是在讲伊迄段即个苦涩的爱情的恋歌安尼。个咱呢，我想要来分享一个我伫即个故事里呢，有甲我点着的一种感受故事内底有讲，人类的记忆毋是真好，毋过呢，要甲咱的故乡放互袂记忆呢是真恶的。即个互我搁看到一段迄个故事，就感觉真有感觉伊讲，迄个阿顺呢，甲即个阿坤咧学跳舞迄段就是讲。其实呢，咱嘛是种真爱唱歌，嘛是真爱跳舞人所以我的感觉是讲，咱甲原住民的故乡，敢是毋是同一个咱要甲咱的故乡放下袂记忆，敢毋是同款真恶的所摆呢，咱若要找到咱真正家己的囡仔我感觉是无遐尼困难的人所以我感觉咱着爱像阿水安尼遐尼勇敢早一块失落去的恋歌沿路唱回去。大家平安，我是君啊，我是这道来咧拍拼的台语人。带回故乡的恋歌这篇的文章呢，有点着我的心啦。故事内底有讲着碰见牛这件代志，讲着碰见牛的紧张互我想着阮细汉时阵碰见牛迄种的紧张，迄种的记忆因为阮细汉时阵阮住迄个庄骹，大家拢做伙读册啦，做伙佚佗啦。若牵牛去食草的时阵，拢随人的找所在，甲牛嫂就接无长接无长绑倒迄个牛顿章啦，还是树遐绑咧，佫载牛家己去食草。阮个趁即阵呢，苦咧做伙佚佗。有一回呢，耍煞咧翻头要牵牛转去，牛煞无去剩一条绳原来就是两条绳要拍开的所在呢，无接好势啦。即声个惨惊牛去食人兜的牛所以个赶紧心光火倒，赶紧去找。
啊，毋过咧找较天拢暗啊，嘛是找无啊片仔蒙咧批电互安啊，顺便转去互人修理啊。啊，毋过咧转到出水沟仔头诶时阵咧，我则看到阮兜迄只牛浸伫大沟仔内底啦，哦，目睭微微啊，伫遐咧过夜，心内话加载，吼啊，这就是阿仁生写诶即个作品哦，叫做我真侪细汉时阵诶记忆，心肝头呢，酸甘甜啊，酸甘甜。大家好，我是怡欣，我是一个上班族。我是为2021年开始学习台语台文的呢。即马就是咧，摕这我继续学习。再回故乡的愿望，这篇故事我家己对第一趴就真有感觉，拄则就是故乡是人类上根本的愿望。我看到这句话，我规身躯起鸡母皮。人生就是用短短的一句话，就完全展现出对故乡的迄个情感。我感觉就是这个境界都悬做厉害的。另外，故事内底对田园故乡的描写，互我想到我家己老母的故乡无定着，就是甲阿仁生内底写到的情景是相共的。因为我老母因兜嘛是做事人，伊嘛是爱斗牵牛、到报稻仔安尼。读到迄拍时阵，我感觉我家己甲老母的故乡是牵做伙啊！迄个时阵，我家己感觉真感动。结尾互读者，我家己有一个真大安慰，就是故乡过去的种种永远是刻伫即个主角伊的心内，所以故乡嘛永远会刻伫咱每一个人的心内，因为故乡是人类上根本的愿望。好，咱感谢4位读册伴分享因对这篇故事的感想。接下来，咱来听作者闵仁生的回应。大家拢讲得真好吼。其实呢，我写这篇甲别篇无共款。这篇我是先有题目才写故事的。我想要写一个再回故乡的愿望在心内啦，写这个题目啦。有这个题目想要写，才去编故事的啦。我想来讲，我拢无写到南洋宜兰迄边的代志啦。因为我拢写西部嘛，嘛爱写到迄边甲我咱嘛，甲我咱有甲原住民有接触的所在嘛，因边迄个华人嘛，我就想讲要写甲我咱，要讲即个原住民甲所谓的汉人有无甲我咱人，因咧中间相处。你看我写来面有无？真正原住民拢较优秀对无？因所谓汉人拢真正讲啊林小主。讲反正就嘛无影啊，因种一代叫阮，伊说因老母较重要，囡仔一代，大人一代嘛。种是做诶，讲错完啊，有无吼？老师讲咱嘛是一波诶，有无吼？那边啦，伊讲咱汉人啊，你反正这嘛真重诶题目啦。尾后我头个创着伊较大了啦，这个囡仔心那边计排，要起排，我写作品喊伊较大了啦。富也遮大了对啦，规气啊，甲遮人要做人啊好啦。因为讲伊若不要文静则袂落啊，用这理由啊讲好啊，讲偌个迄囡仔有无？已经甲初中、高中啊，家若有囡仔会发生这，你嘛是无啥过分啦吼。大概用一个较大的讲寒，转这就无等于故乡安尼啦。内面有一句吼，我感觉我写到上好，鞋啊拄啊咧学背啊，就坐叉。我鞋啊，做咧学背有无？背就是查，所以我3次较用啦。好，感谢闵仁生。接下来是咱问题时间，咱请读册伴分别来请教闵仁生的问题。阿仁生这篇内底有特别写拄则有讲到花莲的原住民。内底有写到人名、语序甲生活。我咧读台语文作品的时候，发现讲台语文作家虽然甲因的语言无共煞真接写到原住民。这伫其他的族群的作品内底，较先较看袂到啦。阿仁生伫这篇内底是怎样会特别甲原住民写入去？阿仁生，你安怎看台语文的作家真接写原住民？即件代志你感觉原因是啥？
好，基本上吼，我是伫罗斯福路吼，我较早台门通勤的办公室，我隔壁有一间咖啡厅，迄阵叫听风的歌啦。啊，我会在咧咖啡厅坐，啊，遐有一个伫遐咧阿鲁拜岛打工的查某囡仔，伊是华人的原住民吼，来讲巴扎吼。我拢甲伊讲台语，甲无你甲我讲台语，我甲你教嘛，你教我讲恁的话。啊，所以我学着一寡迄个因的分语字啊，头章啦，嘛那 feel 啦，嘛那 fight，嘛那 hope， 早晨晚餐啦吼，这变两个安尼吼，一寡迄个话啦，我甲伊教嘛，伊甲教一寡因的话，我教一寡台语啊。迄是一个伫遐咧做工的一个查某囡仔啦，啊，我就是讲也无。介绍一个啊，基本上吼，咱台湾吼，迄个其实是个电现代文学人负责人一个极端啦，就是原住民变做显学啦。正讲你若咧评分上，拢甲原住民当作上大个啦，迄变做一个歪风啦。因为咱安怎讲嘛是用咱的心情咧写原住民的代志啊，你咁知是咋呢？我讲就较实咧话啦，但你咧写地步有无吼？咁你真正是白波安尼想，啊是咱的观点。咱咧写原住民啊，变做是较早人咧平心个迄来写原住民，拢较可能变做一个潮流，你敢知？有一段时间变做一个潮流啊，我就感觉无啥做动啊，我就无啥去写啦。虽然我本嘛捌办过，开始的是李江桥嘛捌办过种嘛原住民嘛客家，迄是表示咱心胸开阔啦。啊，毋过作品也无济啊。原住民我真少人用原住民话写，拢无写到文啊！你讲原住民要读是什么人？这人就是你有写落就原住民，那么是用华语啊。所以讲我并无赞成啦，这嘛是华语世界啊！你讲原住民袂晓，嘛是讲华语世界啊。我知影那个安仁生的伊真爱文学的歌吼，我有听到一条叫做《啥人袂想去故乡》，啊，我就真好诶。敢会是这条歌下你这个想要写这篇文章的？我是这个。你这个你是你讲，唔是文学歌。哦，唔是文学歌。唔是，伊是较早叫做永典，啊，尾啊第二清唱的。哦。迄个日本歌吼，迄个经典之作啦，迄个七条八字啦，才有合作，啊，甲这郭德纲、后甲马子友两个经典之作，兼合必联之作。啊，台语嘛是啦，台语是。登记成作词，啊，永典就永典嘛是乐书啦，啊嘛是唱歌啦，所以甲文学无关系。哦，好，歹势。啊，因为当然是无毋对诶。啊，因为很多你讲先有标题，你较想要写这个故事，对无？啊，所以我想讲，敢有啥物歌，还是啥引起你这个灵感，想要写一篇文章诶？我跟各位讲过，我都想要甲这个，我感觉这题目袂歹啊，再会故乡人嘛，这是题目袂歹，我就写故事安尼，先有名才写来啊，写一个故事安尼啊。哦，阿林生，我有想要问讲，你嘛是一个离乡背井，啊，伫外地咧打拼的人，啊，毋知故乡互你上难忘的记忆是啥？啊，另外你若回乡的路哩的时阵，你的心情，敢有迄个愈我故乡的愈紧张的迄个经验？嘿，我的问题是安尼。基本上啊，我较早吼，你参你永远走路时，我就是这个故乡啦。重要一句就是讲，故乡是出外人的故乡啦。你无出外就无故乡嘛。离开故乡愈远，故乡愈熟悉啦。我离开故乡的，更较愈熟悉故乡。对吧？对吧？真特别，真特别。你若要去看，拢安尼啦。你离开了后，像我伫美国时阵，较想个是讲我玩故乡落水啦，明明当中出水的，啊，等发现就嘛无影啊。迄就是我毋知讲本来家拢有两个主题，两个写故乡较粗乱嘛。故乡较粗乱，就是无结果就叫粗乱嘛，拢上水的啊。过来吼，故乡就是无要转去啊，转去故乡啦。你这么大是家乡，毋是故乡，你爱记哦。啊，迄个粗乱嘛是啊，就是无去啊，毋得叫粗乱，意思共款嘛，袂阁转来啦。迄故事较早的嘛，这么大叫家乡啦，这么大叫家乡嘛。
你毋通问你囡仔故乡，你囡仔无故乡的，敢有家乡的啊？你有故乡啊？你本来倒搬来做迄个，较早就无转去迄个故乡啊。大家好，我是欣啊。拄则阿玲先有讲到，就是你是先予即个标题叫做“再会故乡的愿望”，所以即个标题我咧读的时阵，我感觉有两层意思。第一个就是甲故乡就是说拜拜，讲再会；第二个再会是回去故乡。所以延伸拄则吉娜问的问题，若是即马卡苏阿玲先，你即马要回去故乡，啊，你心内想到的迄个恋歌，你想要沿路唱转去的是倒一条？敢会当唱几句，互恁耳芳一下？因为思念故乡歌真侪啦，我家己就是故乡产能啊，你叫我一个，我家己就是故乡的产能啊。有一本咧歌册咧整套歌词啊，我有投稿啊，收入的啊，至少是上早的版本，啊，就是安尼。即摆我讲一个旁的故事啦，吼，是啊啦吼，就是至少迄个歌了。中广有哦，有一个李济准的感性诗人，你敢知？有听过无？有，阮大概是在精神的信仰。哦，李济准的半面有感性诗人有哦，伊最重人物哦。假如阮故事我办公室过看到陈明宇，咱就去到台北后，你敢是迄个写故乡镇的迄个陈明宇？我是啊，啊，传呢李济准传甲访问做三暗播出啦，甲访问我的诗啊。做三暝播出啊！啊，迄个中共有一个这种人叫做雅人吼，就讲也无安尼啦，叫我当去做访问啦，中共做访问啦。啊，问就即个啊，无你个人来宾啦，拢来访问啦。啊，访问去甲伊讲，我做台语代志啊，尾后讲啊无安尼啦，我逐个礼拜拢写一个故事，啊，你来问我来讲安尼，啊，就开始写旁的故事啦，就安尼来啦。好，感谢今仔日四位读册伴甲咱民生的精彩交流。上尾咱请理工局文教基金会执行长陈鸿辉老师对文学的角度来分享伊对今仔日这篇故事的见解。再回故乡的愿望啊，这篇呢干那这个题目吼，我就感觉真下作家书写的大主题啦吼，因为伊定咧书写故乡，定咧书写恋爱梦、恋爱故这方面的物件嘿。而且作家真接用这个台语歌谣的物件放伫内底互人看吼。虽然讲这个是较无直接歌的物件，不过就是讲我感觉内面金句袂少啦吼，金句吼。金句我即马先讲几个啦吼，可比讲伊内面有讲着讲人类的记忆毋是真好，毋过要甲故乡放袂记忆是真恶吼。即个我感觉写了真即个到达吼。也是讲内面佫有一句讲呢，即个上好的等路是早一块思念故乡的恋歌，沿路唱互家己听吼，就是讲是即个。定义啦吼，就讲咱定定会感觉心问故乡吼，要转去故乡吼，有时会感觉那像久无转去啊吼，有遮少年，毋过可能佫有淡薄仔惊惊，感觉讲我遮尔久无转去故乡，我故乡根本毋捌我，毋是我毋捌故乡，是故乡毋捌我吼，会即种心情。我感觉这篇有一个可能甲其他几篇这较显然无共款的有一点，就是讲伊去写着这个主角是其中有一个原住民吼，因为咱在写台语的作品吼，虽然咱无毋对啦吼，讲是讲咱台湾在地本土有台语去原住民语，毋过因为毕竟会拄着原住民的机会，讲实在一般人的生活内底确实是。较无迄个机会啦，所以原住民可能对真侪人来讲，以咱讲台语的人来感觉，是讲，那像是一个特殊的存在，是一个少数遥远的存在的感觉。除非讲你挑工走去原住民部落，还是讲咱去比较原住民较自治的所在，当然较有机会拄着。若无
一般来讲拄袂着，所以伊即篇内底特别有出现一个原住民呢，一个查某囡仔吼又果是即个伊超工讲是宜兰甲巴兰，就是讲作者本身原本就是伊伫主张讲伊是即个家己是平埔族的，所以虽然伊毋是甲巴兰族，毋过就是伊讲伊是马布拉族啦就是讲虽然是无共族，毋过对即个所谓的原住民也是所谓的平埔族者的族群，其实作者是一个强烈认同的即款的心情所以伫即个状况下，伊的题目伊的小说内底去出现即个原住民的族群即个主角然后是可能有一种爱慕的心理暗恋的心理即种的我想是一方面当然是小说的情节，但是另外一方面其实嘛会使反映出讲作者对即个平埔原住民会强烈认同的一种心情我感觉伫即个内底算即篇甲其他篇比较起来较特殊的一点遮。暖暖咱们去，咱的故事探万地。今仔日的广播剧《再会故乡的愿望》内面有讲到结归，还有一寡过去的囡仔歌。所以，咱邀请台语专家，前台湾歌册协会理事长萧林春老师为咱来解说。结归，这个归真趣味。这个归，若是伫我结穗，较侪人讲，咱较早是讲结归。过来，人有写着喂喂喂，台湾出甜粿，甜粿真好食，台湾出茶夹，这茶夹嘛是全腔的讲法。我收到的囡仔歌。无共，喂喂喂，台湾出甜粿，甜粿真好食，台湾出目夹，目夹真好穿，台湾出嘉玲，嘉玲会讲话，台湾出棉被，棉被甲会烧，台湾出金蕉，金蕉真大皮，台湾出番薯，番薯的子机，台湾出飞机，飞机真后飞，台湾出鼓吹。鼓吹分的蛋，台湾出炸弹，炸弹真厉害，歹人唔敢来。另外一种讲法，搁较短，喂喂喂，台湾出甜粿，甜粿真好食，台湾出目夹，目夹袂歹穿，台湾出嘉玲，嘉玲会讲话，台湾出棉被，棉被甲会烧，台湾出金蕉，金蕉双头翘，台湾出含笑。含笑胖胖胖，台湾逐年拢是好年冬。这首《故乡的田园》是陈明仁作词，纪晓玲作曲演唱，
感谢空中好朋友收听今仔日暖暖专门 K 节目。这个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专门 K 电台制作，江苏主持。感谢陈敏仁、萧凌春、陈鸿辉、陈木真、吴希美担任节目顾问，杨文言、丁凤珍担任节目来宾。台文博览会、瑞士老台语、古草台语社三个读册会协助节目制播。专门 K 电台配音团队甲第5届台语广播配音演习名学员参加广播剧配音，襄阳唱片、文顺唱片提供音乐。后一集咱要播上的故事是过口的甲变数，欢迎准时收听。北岭西